重慶黃色法拉利。不過七租車神器啊！賺錢超級工具，七租車嘅首選車型，重慶市車。This is a taxi car. 長安 logo. Looks so beautiful. 開車，唔使拜。門都四四正正嘅，新車嘅味道，成車都係塑料味。七租車都係咁啦，係嘛？啊，都係皮椅嚟嘅 ，leather seat。方向盤啊，好輕嘅方向盤，冇乜其他嘅功能噶啦嚇，音量都喺度控制嘅。兩個左右後視鏡嘅調節防滑霧燈、大燈嘅調節、空調出口調節。Dashboard 呢度空溜溜噶啦，自己想裝乜嘢裝乜嘢啦，裝兩隻雞腿都得嘅，係嘛？空調風力大細，扭嘅呢個幾好啊嚇，中控簡簡單啦，電子剎車，呢個扭下就搞掂噶啦，前進後退，好簡單嘅，新車嚟嘅，睇下個山下隻旗名牌啊，好嘛？靚仔到不得了，特別係黃色，醒醒目目星期六，無驚無險又一天，老闆。啲車實用咯，係嘛？唔好諗咁多。睇下呢個喇叭，塑料感都好強嘅，價錢夠平。雞腿大隻，夾大件嚇，好食就得啦，有分量。大杯細杯嘅。儲物櫃喺度，就冇呢個手托噶啦，諗咁多啦，價錢喺度，諗咁多做乜嘢啊？個生產日期喺邊度啫？個車輛嘅名牌啊，空大冇名牌嘅咩？屌屎忽啊！喺後邊啦嘅，係咪喺後邊啊？哦，喺後邊有嘅，係嘛？嚇我大佬，我以為冚咗隔離台黃色法拉利添。後邊都係仿皮嚟嘅，都幾 OK 啊，空間係嘛？後邊差啲啦，差啲啦，呢個名牌啊！24年6月份出產嘅，339伏，131安時，最高驅動年機係120千瓦，最大排重量2005 kg， 5隻大番薯都可以拉得喐啦，係嘛？4、5、20。每個人40公斤，咁輕嘅，哇！唔係嘛？大佬呢個只有5個人嘅喎，5 seat 喎，5 seats 喎，4、5、20喎，6、7啦，
40公斤一個人啊80斤，真係搭4隻豬啦，5隻豬真係柒啦，價錢喺度，唔知拉唔拉得喐啦，你哋自己睇住坐啦，拉得喐你就拉，拉唔喐你哋就地劈咗佢喺路邊啦，出租車係咁噶啦，呢度果然好法拉利，重慶市汽車，黃色法拉利，長安，正，真係幾好睇下嘅，唔使1萬蚊，幾千蚊搞掂，呢啲車仔邊度有啊？係嘛？哎呀，睇到我都打流口水就冇嘅。方向盤開起身都好輕下㗎，夠新淨嘅話，咦呀，都冇發現呢度有個喇叭嚟嘅喎，係啊，嗰邊都有嘅喎，兩邊都有喇叭嘅，都幾 OK 啊，雖然塑料咁，係嘛，乜嘢啲。外飾啊，各方面都得嘅，練車嚟嘅，所以咧得個剎車，一個加油踏板，5分鐘搞掂，架好啊！呢個安全帶嘅，都仲算 OK 嘅，手動調節座位，自己睇住係啦。good 啊！係依邊嘅，碰咗添，輕輕冇碰到啊！開門嘅，把手，傳統嘅都幾好使啊！後邊嘅空間都好闊落咧，坐落嚟，你哋睇下我坐喺度嘅，可唔可以接受到啊？我覺得個高度啊，都 OK 啊，係嘛？做得出租車嘅空間都唔會太差，係咪先？就係話前面屎啲乜都冇，連個收音機都冇。哎呀，唔好講到就傷心嘅。而家仲有車，連個收音機都冇嘅，真係。唔好落淚啊！冇收音機就冇收音機啊，自己加個，如果唔係自己買個收音機咯。耶下啦，價錢平，大件啊，夾低食啊，兄弟係咁啦，落班。